第一，有游客去到这台东的关山镇农会商场买，甲这大头啊买一包四收啊，当去看这外包装产地写台湾，不过一寡字却是简体字，因就咧怀疑讲这物件敢真正是台湾出产的。卫生局表示讲，业者可能违反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，也要求农会要说明。咱国民众对食品的安全愈来愈重视，伫买食品的时阵，拢会看包装顶悬的标示。有民众认为讲，伫食品的包装顶悬，若看到写简体华文的，就无啥会买。因为他们那边的东西，我是觉得品质方面，比台湾差很多。不过有游客伫社群网络铺文，讲伊伫关山顶公会美国学校，伫遐买到的糖仔包装顶悬写简体华文。感觉若像是买到中国的食品，实际上关山美国学校卖这种糖仔的单位已经先甲这的糖仔落市，嘛讲这的糖仔的原物料拢是国内生产的，产品嘛是国内制造，因为会销去中国，才会写简体华文。其实在这个包装上就是繁体字跟简体字都有印。台东县卫生局嘛接到相关的通报。业者无照食安法第22条的规定，表示食品的包装可能违法，会阁请关山镇农会来说明，而且依法办理。完整包装的食品应该在外包装以中文要标示品名、内容物的名称、重量。对于来摆摊设摊的厂商及我们小农的产品更加的仔细的来监督。台东县卫生局表示，食品的包装无符合规定，会当罚3万至300万的罚款。呼吁食品的业者都要依法来标示食品的外包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